支玉米啊？几束环杯，几束？几我说一支玉米啊。几岁几岁，一只手表啊。我讲一块手表啊，后背，好，后背啦。好，我说一只眼睛啊。我讲一支目睭，一支，一只眼睛，你把这算机的。尾山，尾水，尾玲珑，欢迎所有主持人共恰恰。一直休，一直休。少年人安尼欢喜，我感觉家己嘛一直少年起来了。感谢。你要介绍咱的学员进前啊，咱当然需要来介绍这位咱目前在全国知名度非常高的语文专家陈安珠老师。画山画水画玲珑，心色趣味有思想。大家好，我是安珠老师，欢迎收看咱的节目。大家成功就是我上大的快乐。咱讲到今仔充满着这青春的气氛啊，因为头前坐两位非常美丽漂亮，而且呢，这个烟头飘飘的两位这个少年人，后壁这三个老人，不是迄三个老东就免啥介绍啊啦吼，大家都熟悉。是，现主时呢，咱来请这位姑娘啊，用台语自我介绍请了。我是吴hình，我的名叫吴hình，对。啊，你本名？本名我姓蔡，我姓叫蔡，叫蔡蔡依金，蔡，你蔡啥？依金。啊，你今麦咧创啥？我今麦伫咧周琦。周琦，所以你这礼拜无方便哦。周琦，你主持，你安尼会使主持？你较像，你较像。我甲晨哥，我是台语。我是啊。我是啊。你甲张国成先生啦。嘿，对，张国成。张国成嘛。嘿。啊，你将来想要创啥？拍戏，我嘛是就介意拍戏的。阮会讲演戏啦，搬戏啦，真少人讲拍戏。演戏。但是以早做戏搬戏是人看无起的哦。真的。我先写一个毛笔啦吼。好。你爸母吼，连伊后壁这两字我写得来处理吼。爸母无。吼。无生囝。生囝吼。生囝种。咱先讲第二，生囝学搬戏。无搬。吼啊，爸母无啥事，我讲无啥无事哦。哎呦，生囝学搬戏，啥事要哪写吼？大家都毋知要写，其实是声音的声吼。声音的声，这一个事呢，吼，大家拢会误会讲啊，这是什么意思来？这字就是这个吼。来。哦。为免我讲无啥事咧，当时。哇，头拄是，爸母无啥事，生囝学搬戏，意思是讲爸母无背景。较善车，所以甲囡仔等去戏班学搬戏，嘛无甲伊互伊教育的过程，嘛无法度甲伊请用，所以到戏班去处理。爸母无啥事，生囝学搬戏，我写安尼敢对老师？我尊重你的艺术。普通吼，咱是字甲音爱甲分啊，即普通咱咧读做啥？虎庙。哎呀，你会读虎庙，啊，若要读爸母的时阵，你倒一字？爸。爸。喂。哎，爸母无啥事，啥事？另外两字个？假，就是安尼假。蛇，还是狮？施下的倒饼。嘿。
爸母无写诗，送囝去学戏。因为囡仔已经生出来啊，只是爸母生活较艰苦，无法度，只好教这囡仔。啊，另外，这里普通咱的读这个主，咱讲空主公，对不对？啊，若要囝呢？哦，一个，嘿，嘿对，，安尼甲考起来，这叫囝。哦嘿，送囝去学戏，吼。好啊，另外咱有一个囝甲一个囡仔，像做哦，这三个囡仔做乖囡仔，嘿，咱会用倒一个，人哦，哦，嘿，猪肉，哦，这主路着这是囝，这是囡仔，嘿，囡仔毋通讲囡仔，嘿，因为落音囡仔毋通变囡仔，嘿。好，所以我讲我是讲无背景啦，吼，对是袂起啦。嘿，啊，这是生活困苦，无法度甲囡仔好好照顾、疼惜啊。感谢老师，哦，这个拍得破的哦，所以咱演艺人员，咱为什么要学了这句？你可了解？了解。啊，一个节目尔，两个啊，搁有一个，主持人是啥？诶，瓜哥，台语。哇，这个问题来了，哇塞，你以后拄着你讲不安呀，你好。我唔敢。阿囝，哦，阿囝，妈妈，对。哦，有过去阮伫友台合作过一个节目，哦，阮哋演地剧啦，哦，啊，地固定我演老母，演后生。对对对对对。嘿，来自我介绍一下。大家好，我叫做 Junior，啊，本名是韩一邦，啊，这是台语吗？宜咦，宜宜兰对不？宜兰的宜嘛，宜所以是韩宜邦，韩宜邦，韩宜邦。倒位的人，爸爸妈妈拢妈妈是台湾人，啊，爸爸迄边是外省的。嗯，都是姓。北都是姓，大家打电话来，后爸后背后背，比什么物件要后背？欧巴啊，欧巴唔是欧巴，欧巴是韩国的，欧巴欧巴，欧巴，主要是开讲尔啦。啊，多少钱？只要要来考试，考试单位你听有无？听有比如讲一个人，一个人哦，一缕花，哎，卡烫咧，卡烫，你知道什么叫卡烫无？卡烫就是卡烫，我有听过，卡烫甲面烫无共，嘿，面烫个较细对，细面的面烫，卡大，卡烫就是较在囡仔身躯的卡烫。哦，卡烫，汤箍听有无？汤口无听过，是汤啥？箍也听无？汤箍因为以前拢是绑来做的，对，所以咱要有一个汤箍加箍条。哦，所以即摆有时人讲迄一寡顶头咧带头的吼，咱讲伊是汤箍，会当甲每一个派吼，咱甲箍箍个挂来，嘿，箍来汤箍。哦，箍条咧，汤箍。汤口，扣掉的。好来，开始啊！开讲的时间已经过，考试开始来卡咧。嘿，我说一只玉米啊，几束环杯，一束。几我说一只玉米啊，水，水，跟我完整。我说一只玉米啊，我讲几水环杯，水哦。水，我说一只手表啊，我讲一块手表啊，等一块表啊，一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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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啊，一块表啊，你一块表啊，一块表啊，一粒这点，一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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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手表啊，迄粒表啊，一粒，老师一粒，这条表啊，因为普通以前的手表是拢爱一块咧卖，所以变一块手表。好笑哦。对，恁囝较高啦，你做老母会搞牵绳，搞牵架，阿囝，阿母对不起你哦，一块哦。这手表。对，对，啊，即摆有人拢会讲啊，你粒表啊，偌济买啊？哦，因为变做控酸啊的，哦，迄无共较的。贵的，一粒酸啊，哎，你厉害，你厉害！我来，过来喽！我说一杯茶呀，我讲一杯茶啊，等诶，是要一凹啊，要一杯？杯较食讲啦，订一杯茶互你，一杯是较直接啦吼。老师凹嘛会使嘛吼？
看后大细地，咱咧啉茶，嘿，迄较细地，所以讲一块迄个一杯。嘿有个人讲啉滚水，迄爱啉一瓯，一凹，嘿，哦所以伊昨人讲茶瓯啊，地凹对。嘿，对毋对？但是问题来了，地凹要安怎写？诶，凹啊！因为我有一个朋友叫做柯浩顺，全台湾生石头，唯一无姓人的艺人。伊讲伊发明这字叫做地凹的凹，伊才写一安尼。伊讲这个形状，伊讲这叫地凹的凹，这是柯浩顺先生发明的字。老师，零高零，风高风，艺术。有的高动工，有啦，你恁天才高这艺术家，恁拢有家己去创作。凹，地凹，啊，地凹，是这字，诶，绝对无可能是这里，我都讲连你家己都怀疑啊。绝对是伊家己发明的嘛。对对对，啊，所以正确是地凹，地凹，嘿。安尼了解哈？了解。哎呦，感谢老师，好感谢老师。来，刘丽瑶，后背，好好好后背啦。好，我说一只眼睛啊，我讲一支目睭，鸡，一只眼睛，你把这算鸡的？一支目睭，一蕊目睭，我说一只眼睛啊，我讲一蕊目睭，一蕊，一蕊哦，一蕊目把这算蕊的哦，一蕊，大家会记。甲花共款，对，一蕊花，一蕊目睭，安尼，你蕊目睭安尼，哦，这个水干的迄蕊无好看，怪怪诶，我向去想着，咱都讲一蕊花，一蕊目睭。对，是安怎咱讲蕊，这个单位咱讲蕊，路诶，蕊为什么？为什么？你当然无可能知影。是蕊唔知呢你，知老师因花啊，写去开要写进前爱先开花，嘿，啊你目睭咧，透早定时嘛是爱开，所以一蕊目睭、一蕊花，拢是代表有啥物动作？开伊会开，所以嘛会使讲一粒啦，目睭啦，一蕊目睭。除非是你目睭用哦，啊你碰过的片啊，敢会使讲一蕊片碰过的，因为嘛是会使开。片算鸡的啦。哦，一支片啊。哦，弯到这里，我说一串香蕉啊，我讲一站金蕉，一站鼻吧头鼻，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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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鼻，诶，无人咧讲一罐香蕉的啦，哦，金蕉足复杂呢，复杂规个生出来迄个叫做啥？一罐脏啊，一斤，金蕉生出来，因为本来叫金蕉，因为金蕉形成就啥斤嘛，公斤的公，一斤，所以规个迄叫一斤。一斤啊，咱甲切起来变做啥？一鼻。啊，那一根香蕉咧，一眼，一眼，啊，话讲一粒。一粒金蕉，一条金蕉，一眼金蕉，嘿，所以金蕉足复杂的。想不到我食物这复杂，因为老人当然爱食这种复杂的物件。感恩哦，我讲话哦，会记啊哈。哦，会记会记。我说一串香蕉啊，我讲一鼻金蕉啊，一比你是生黑的哈，嘿后鬼后来，哎呀，我说一枚戒指啊，我讲一颗手指，哦，我这大量，我头拄是想的啦，因为迄讲汤箍嘛、木箍嘛，啊，木箍箍手指一定是算粒对啊，一个无啦，卡啦，一卡啊，一卡卡啦，啊，和皮箱共款，有一卡。关有我角落的心情。豌豆水，我说一坨屎啊，我讲一不赛，这是老我说一炷香啊，我讲一张香，啊我讲我讲一张香，一张，香，对，香爱算长的，张为什么长？不是一张，一支不是一无人讲一支的啦，伊无咧差一算长。张，是啊，咱香会算一张两张，手表成有3张，这为咩更加新名来的不比？迄是为咩个香算长啊？你问我要问啥啊？好说嘛，以早吼嘛是有人叫鸡啦，即马大多数用的人拢是用长，而且拜拜拢是3张，
三藏就是包括天地人三才，天机道、地味道、甲人间道。所以咱去拜拜，是要用藏。咱看，咱讲迄地藏、树藏、花藏，拢会安那？像迄地藏，伊迄种了会豆豆发出来，发出旺，对毋对？像讲地藏、树藏，哦，咱发出旺。所以咱咧拜拜的时阵，插三藏的，望讲咱神明祖先甲咱保庇，后摆咱这家伙拢会安那？会发，会发，所以你藏足大藏。开机算hiệu，哎，开机算药，你若遮尔高？無啦，佢接你嘅位嘿，嘅。对，我变到咧，愈来愈发展安尼啦，所以有发迄種藝術伫遐啦。藏，嘿感謝你嘅老師介紹，我說一棵樹啊，我講一粒樹啊，一張，嘛是一張啊，真的是一張樹啊哦。嘛是算長嘅啊。哦，我講一張。對，拄個老師在介紹了，有無？迄手機踩落去，伊開機算藥。哦，張。所以這是唔是同款意思？對，生機發，生傳出去嘛，啊對嘛生。機發條。我說一個紙箱啊，我講一個，抓熊啊，剩，哎，紙箱怎麼講？抓熊啊抓，熊啊，嗯抓熊啊，哦，我講一個抓，一個抓，會使講一卡嗎？就是一卡啊，一卡抓熊，一卡抓傷啊，一卡抓熊，一卡抓熊啊，迄個有內底底物件攏會使算卡，一卡皮箱。哦，一卡皮箱，恁兜嘅厝就一卡厝，哎，那也怪怪的。我別講嘅啦。我說一個皮箱啊，我說一個紙箱啊，我講一卡皮箱，我講一卡抓熊啊，我說一個茶壺啊，我講一隻地果啊，一隻地果，一支地果，一支地果。哦，一支，一支地果。哦。我說一座佛像啊，那都是我啊。你要領錢啊？我說一座佛像啊，我講一，哎，對，我想講一張，我給你搞叫的。啊，一尊，哎當然一尊，無你講神明好，你講神明好啦。一尊神明，安尼會使，一尊神明，一尊神明，一尊神明，對，一尊神明的。我說一根火柴啊，我講一支番仔花。哎，這簡單的代志，莫去搞其他戲落啊。我說一張床啊，我講一個城，唔對，名城，唔對，名城的名城安那算，名城安那算。一張名城，一張名城哦。我說一張椅子啊，我講一塊椅啊，一塊椅啊，一塊椅啊，一條椅啊，攏會使。架椅啊，好攏會使。一條，因為伊知椅啊，話是迄長長的，醫所以叫療。我說一塊田呐，我講一個蠶注意哦，蠶啊什麼？也會長起來吧？一張床，少年啊一定愛曉，什麼人講？唔是咩，唔是啦，土地，蠶算枯的啦。老師，一區田。啊那恁兜口囝，阮兜有一架田。哎，哦，無怪你，恁兜好囝，田橋啊，田橋啊。比較好。我說一盞燈啊，我講一拍釘啊，水，我一拍就無簡單。唔過頂怪我怪呢。說一節甘蔗，我講一張甘蔗，一節，一隻甘蔗，一節一，隻甘蔗，一節。一隻嘛，我都要丟啊！一隻不是這啊！你丟啊都丟，一盞啦！一隻咯，哎呀，一哎呦，我比我阿公哦，個迄甘蔗嘛，看你長短啦。啊，那規支長長，咱就講一支甘蔗。啊，那甲貴中甲約落去變一果。一過，嘿，啊那有時咱像頭講的一節，佮較短淡薄啊。啊那中秋節8月15禮拜月娘嘛吼，
咱会讲一项，就是讲迄十甲十中吼，独条嘿叫一项来拜月娘嘛，迄个一项，所以甘蔗这较复杂啦。哇搁一条都拜托，哈，较简单的啦，较简单的啊。嘿，我说一叠钞票，这无简单啊，这就简单的啊，你大家上爱的，这点重要，但是啊，你安尼一叠，叠都几百万。哇，哇，一张，我你比想的足多哦，一张，叠一塔一塔，塔，哎，我捌听过一季，一季是安尼，一季是一季是10万，一季啊嘛人哦，讲一本。一本，一本10万，啊，一塔，这个叫一塔，哦，哎，100万要一塔，哦，你塔银票敢若袂少，所以钞票叫银票。银票，对对对，古早时代用迄个银票咧往来，叫银好票。好好，系啊，老师我安尼解释对吧？一季一塔，啊，搁较悬的哎，一通，哦，哦，这一通，碰哥的主持费就是嘿对，一通碰哥主持费是一通，一通，啊，咱领的我是一张，一张，差你正呢对尔。啦，差不多，我的主持费一通，嘿，无够拢互你补。诶，制作人你啊，你看会去找伊。讲笑啦，小语讲得好。过年过节的时阵，彭氏是因兜哦，这个时阵拢会足闹热的哦，因为呢，因兜有一对可爱的女主，啊，因的女主啊，拢会带因的查甫朋友，啊，佮有查某朋友转来食饭啦，啊，开讲安尼足欢喜的，啊，即工呢嘛毋知是安怎，啊，就讲，啊，讲到一半，啊，就弯起来啊，啊，咱即摆来看是到底发生什么代志吼？我看者。哎呦，遮尼济碗啦，安尼无够啦，我去传一个哈。等，某诶，哈，我你过年已经传这，你是让便当捡起来。无啦，毋是啊，我新煮的，佮热喷喷呢。人会讲恁兜散屁屁食到这，敢诶，啊无我去存，啊有汤有汤，免啦，太济啦，即摆是过年，就是过日较要紧啦，过年有啥物重要？外口饭店叫佢食就好啊，那因转来拢转来，无转来嘛毋知啊。无啦，啊家己煮安尼食较健康啦。无搞这个传这家己煮的。哎呀，阮倒来啊，呀，啊，这位是这是我的查某朋友啦。对哦啊，你叫啥物名？你家己甲阮爸阮妈爸爸讲。妈妈你好，我哎叫伤紧哎呀，我哋有认同啦，我一定会。阿伯阿姆就好啦。哦，阿伯，我叫林宗兴，啊，以后吼阿հիմ伊也嫁互我吼，一定家和万事兴啦，哦，对，特动的啦，刚若报就万事强啊！别啦，来，你先甲坐啊，你先。来，我甲你讲吼，话毋是拢用讲的哈，饭会用黑白食，话是免用黑白讲的。话要有分什物阿贤啊，什物过好日子，话毋免讲遐早，代志啊真歹讲的。主席，卖黑白讲啊，什么代志？主席，青米煮正饭啊哈。无，你讲拢无来，无。对。这摆是要发生什么代志？过年卖讲遮嘿。啥囡仔人袂使安尼黑白来哦。无，我。那你较早嘛安尼，那你是？无来，我是讲恁。讲这啦。啊，毋是讲咧，达波要转来时间都已经搞啊掉啊，个无分时啊，啊，我等啦。晓，看徛倒摆转来。徛倒摆转来啊。啊，毋是讲要带你什物女朋友，安尼，这是你助理哦，还是？毋是啦，这毋是我的助理啊，这我较早甲你讲的，我的女朋友爷爷啦。你是食饱才来哦？无啦，啊，袂食哦。我来这。安尼我可能应该去传啊，唔免啦，唔免暗嘛，唔免啦，安尼我食真少啦，我身躯看起来较大，毋过我只有胃啊。啊，谢。我徛倒摆心都养可怜的。哎，安尼较刺激啊，因技术足好诶。安尼好，来，大家紧。问我清楚，要去这顿加了啊？那你？安尼好。你毋是讲你交一个女朋友，啥物？你爱甲带，讲伊交我水，佮我摕个我要交伊，讲你带了，因兜偌好个，你会使结婚到20年。你若带你免20年，你要食倒位啊？当你无啦，你莫看伊安尼哦，伊哦，足够做生意的，足够投资的。算命的讲哦，伊的地应赛和红赛，地应红赛，足够投资的呢，趁少侪钱的。你看，
就是因为安尼哦，才会食到安尼肥肥的。贵了袂歹。地印红晒，对啊，你是边地印呀？请问，请教者。哎哟，阿伯啊，我甲你讲啊，你无听过就一句俗语啦。诶人讲头大面似红，肚大鸡在王啦，知无？哎呀，你看我腹肚大天无？哎呦，你拍什么啊？我拍算哦，要甲我所有的钱哦，拢互伊去投资去兑汇，安尼会趁少济的钱，安尼，要做伙无？阿伯啊，我甲你讲啦，你都甲钱交互我，哦，你口座内面的钱吼，我甲你变做1倍以上，保证你会用趁遮济钱，哇，搁较大的厝，搁较舒适的厝啦。哇，袂歹是呢。你袂歹安大概怎？袂歹安尼。这间个无够大间哦，就熟悉的啦这。间乌多摆才开几台入来，你知唔知？无啦，你换一间迄，规间人开入来迄间啦。这个小姐，嘿，安怎？你使叫我跪着咯？伤下哦，老伤下哦。毋是你讲甲安尼哦，安尼这股倒菜刀，恁两个安尼一个倒头一个当机，哇，过来佚佗。你讲什么？什么钱交啊？你处理，就当安尼银行迄个口座变加1倍。对妈话听袂落啊，听袂落。你你鸟鼠仔话啦，吸金的啦，我知影啦。恁根本就是水牛落屎。来，第二句俗语，请看。你即摆拍算要安怎？我拍算哦，爱甲我所有的钱哦，拢交互伊去投资兑汇，会当趁少济的钱的，要做伙无？这安尼咁好，哎，阿伯啊，我甲你讲啦吼，你都甲钱交互我，我保证会互你口座内面所有的钱拢变甲1倍以上，然后你就会用我搁较大间、搁较舒适的厝来住啦。安尼好无？听起来袂歹啊，袂歹啊听起你来袂歹。别袂，我听袂落啊。诶，安怎？阮厝徛伫遮，隔壁迄栋嘛阮兜的呢，隔壁迄栋无啦，你爱前后栋拢阮的呢。前后栋搁买啊，一排买几排我啦。听袂落啊！恁两个在一个吹雨蕊蕊，一个当机，一个倒头，讲紧，哎哟，什么钱哦，你加1倍哦，你叫做鸟鼠仔回啦，吸金的啦，莫来这套啦，啊，两个讲甲安尼喙角全部了，你根本就是老狗长屎，好拍报告咧！来，上老高登来哦，等赛，靠，今仔这真有较困难。这个硬啊，你讲起来，哦，转甲一堆一大堆了了，什么呀啦，钱够我出去那，第一句叫做水牛落屎，水牛绕这赛，第二句叫做老狗长老屎。高等赛，在这个情形之下，请问，战胜第一句的，这就叫做水牛落屎举手。我举手。你先嘛？我是感觉甲我也是硬啊出来演，所以伊的体格小像水牛，所以我是黑白药啦，黑白药啦，黑白药的啦，你们安对对对，啊，水牛嘛，啊，老屎安尼就是，敢若无人知，讲这无老伊啊。讲出来的话，就是较酸较歹听呢所以。你蛮战胜的对吧？哎，我嘛赞成。哦所以你这边这不，这所以恁三个是意思是老狗长屎，这战胜这句咯。应该是有一句话叫做老狗变袂出新的把戏，所以就叫做老狗等赛是吗？来，我用药。大家拢有有我嘛。是有。这两句我真正食到这一回，我嘛捌听过。啊，水牛落屎，老狗长屎，老师。水牛落屎是安尼讲啦吼，做鸡做鸟讨食，啊水牛落屎。你看咱做鸡，鸡仔喙、鸟仔喙，迄喙安那尖尖，尖尖幼幼安尼啊，所以食的物件拢食细项的，细样的，毋敢若落屎就落大的，所以变做就亲像讲迄叫三代猎积。一啊，一代代开空。开空，就是这种意思。你趁遮济，结果你拢互伊投资，哦，啊，可能规个你投资拢互拢无拢无去啊。啊，有时人投资若失败，做到牵拖啦吼。像讲人讲不好怨父母，欠钱怨债主，啊，股票博输就怨政府啦，拢怨东怨西啊。对对对。啊，另外讲
到长赛吼，即句较深，因为即句是讲破病足久啊。啊，即句另外甲狗有关的是老狗记伫外长赛，伫讲以前一件代志吼，啊，佮记啊足久安尼啦，足扣分啊。所以若讲照即种投资的行为来讲，应该是水牛绕赛才正确。无要紧，虽然讲是乌白药的，吼，对毋对？无差，咱了解这两句的意思嘛，了解讲台湾这俗语的这趣味的代志啦，吼。来，甲老师拍一波，谢谢，谢谢。来，多谢。吟诗作文真趣味。今仔日这个物件吼，我嘛找真久啊，吼，总算我看到啊。但这个物件其实字内容读得差不多啊啦，就是讲古早台湾人十戆。有这十项物件，你就是安那上戆的是创啥啦，安那，吼，这头前小可我变化一下吼，因为第一个小可有问题吼，来拍摄。哦，做替人做，毋是选举，选举替人做运动，就是去人斗选举的意思啦。啊，第一个，吼，安尼第一讲解说了吼。好嘞，迄个韩先生，请念一遍。倒一句，统统，全部好，查甫人爱了解，查甫人。选举替人做运动，种甘要蔗。第二讲，第二讲，种甘蔗会下棒，会下棒。第三讲，什么囡仔？查某囡仔向东风。第四讲。食刀食甲人空空，第五讲，浪球上碰，第六讲，食薰旋风，分风，食薰分风，第七讲，这困难呢。食槟榔四界吐红，吐红，念再甲你讲，第八，第八项啉酒醉来吐剑功，建功，第九项跋批，唔是，跋筊摕钱，互人当叫的互人当。哦。第十项，保持交钱人失踪。这是较早咧讲十讲吼，但是咱拄啊念字小可有问题尔。来，老师，请你来加一个，就甲大家小解说一下吼，因为几啊有问题。比如讲，第一，选举替人运动，因为早期拢是讲啥，选举无师傅，用钱买着；选举无撇步，有钱就行有路。所以早期拢是强调讲用钱买就好了吼。啊，第二讲，因为是早期是1895年到1945年是日本人统治台湾，所以咱台湾人爱种甘蔗，啊甘蔗拢送转去倒位？回社。日本系回社送转去日本吼，所以种甘蔗回社帮。第三讲是带查某囡仔献东方。带这个带吼，来我甲讲者，这带是算会议制吼。会议制。这只是老母鸡吼，老爸带4只。鸡仔囝，迄叫带。门带无鸡要带。带查某囡仔献东方。就是拢无创啥，带伊献东方。系啊，无爱去咖啡厅，也无去看电影，叫你遐献东方，献到时阵吼。啊来，食毒食甲人空空。哦，这就了解。像这个，你看迄意思就知嘛，伊个心内底拢空的，啊表示这人安那无智慧，空吼。第五。浪球相帮，啊那球你啊浪来浪去，啊那球你啊走来走去吼，浪球相帮。啊，第六讲食薰分风，因为食薰其实对身体无好吼。啊，第六讲食槟榔四界凹红，伊吐槟榔汁呸，啊规红记袂输咧吐花凹红是吐花意思。对。是红哦，是红。凹红，这个头无啉凹红，啊那啉酒像这个算戒烟制啦，因为啉嘛。啊，啉你到迄啉吼，你看音作较加声调无共款，佮加一个口入瓶，表示爱用喙来做动作，这叫啉吼。啉酒醉来吐剑功，啉伤济变咧掠土啊啦，掠土啊。啊来跋筊摕钱互人当，
因为咱无论输赢拢钱啊，赢的人钱拢互动啊。结果咱大家可能到尾啊钱拢坑会了，结果甲迄个人钱愈来愈侪。你比我，一直比我做董爱啊！你看靠迄种智慧啦，因为你讲这两档你拢恁兜的啊。啊来，第十讲补习交钱人失踪，啊你交钱特别去补习，结果人都无去无去啊钱加了的啊，所以拢是戆代志安尼啦。五大台湾人十讲，谢谢老师，感谢感谢。来，同学听起来。来，最后咱来复习一摆台湾人十讲吼，老师来请卡落来白开始。第一讲选举替人运动，第二讲种甘蔗互火车碰，第三讲带走个囡仔洗东风，第四讲食毒食甲人空空，第五讲网球相碰，第六讲食薰分风，第七讲食槟榔四界拗红，第八讲啉酒醉来吐剑光，第九讲跋筊摕钱互人当，第十讲补习交钱人失踪啊！谢谢，感谢大家，后回请继续规划为三位水为恁讲啊！哇，我感觉台语足困难的，毋过这是一个足水的，因为有足侪物件我正经拢无听过，但是伫咧讲的时阵就原来是安尼哦，有足侪离我嘛一直嘛无看过，即嘛来遮我感觉足好耍。来遮真正是足好耍的，会当学到足侪台语，还有足侪台语内底无共的意思。真正足好耍。